较早，欢迎收看1月1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家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15日在白宫会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而且这马查多是佮讲伊要将伊拄啊摕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来送给川普。不过川普政府目前看来，比起委内瑞拉的民主转型，是佮较重视即摆临时政府会当来供应石油给美国。 How was your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Very well. Did you give him the Nobel Peace Prize?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和支持者围内离开白宫，这是伊头一届得到邀请，甲美国总统 Trump 见面。尤其马查多顶个月才拄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外界传讲伊可能甲这份荣耀转送予吹杀马杜罗落台的 Trump。不过，伊伫咧行出白宫的时，唔愿讲明会谈的细节。虽然马查多互人看作是民主的代表，也唔过 Trump 对伊的政治前途煞有真现实的考量。Is it still the president's assessment that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Ms. Machado to leave Venezuela because he says she lacks the respect and support in that country? It was a realistic assessment based on what the president was reading and hearing from his adviso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eam. 了后，马查多嘛去到国会山庄见看党派参议员。不过，Trump 政府目前敢若搁较看重甲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沟通，并无对委内瑞拉民主转型提出具体的时间表。Bello, the de facto number 2 in Venezuela right now, he seemed pretty reluctant to work with the U.S. and obviously he's They just gave us 5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在伫咧两个人会谈的同时，美军南方司令部伫加勒比海搁再出手，成功扣押一只号做是维罗尼卡号的游船，这是最近美方扣押的第6只船。这只游船互人指控是违反 Trump 迄条受制裁船只的禁令。针对委内瑞拉内部反美国的声音 ，Trump 展现强势的态度，强调石油利益才是美方上界关注的目标。公视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咱继续来关心这国防特别条例预算1.25条，结合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来质疑，甲美国买武器的部分，敢若占3000亿。因为国防部是来买回讲3000亿是咱国内家己生产的部分，对外采购是有到9000亿，而且即马各国拢伫咧增加国防预算，咧加买装备。咱若万人一脚步，就要加等几粒钟。发现目标。 我强调，清醒巡视官兵操作上联装刺针飞弹、乌机器，精准拍到直升机。有关炮兵训练指挥部为台南英空3个管标15举行落成启用典礼。特别是我们军购啊，新的武器陆续到位。刚刚我特别看到了海马式，也看到了我们中科院自己研发制作的陆舰2飞弹。 国防部15日发布，查到中共监察轰六起空警500顶国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18只出海，结合强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旗舰出动按地飞弹严密应处，面对中共环台威胁。 美方已经点头未咱，包含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功火箭等武器，按国经费收费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来。昨夜700党国防特别条例，伫反映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去美国登个台湾，讲对美军收干的3000多亿引起争议。国防部副部长齐书检亲身来反驳，指国内产值才是3000多亿，有9000亿是对外买。 民进党政府为什么到现在才想起来有必要跟台湾人民、跟国会讲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5案公布的各位知道内容，还没有公布的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说还有4案还没有通知国会。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复委啊，我们没有机会说明啊。 齐书检强调，1.25条是上限，而且特别条例要经过立法院通过了，将编列特别预算，无可能出现抗辩授权。针对外界关心采购项目，国防部特别预算公布干部登记会议，指精准火炮系统就是海马式多功火箭，也承认即马时间紧张，那办一工签约，恐惊其他国家插单。我们晚一天签约，拖的时间不是1天2天，也不是1个月2个月。 一旦别的国家单子插进去之后，我们可能等的是几年。变来强化无人系统，澳门客表示，如果防部扮演火车头，扶持国内产业，对国军爱透过特别预算赶紧提悬战力。前美国 AIT 处长苏道文甲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何振东拢作出回应。
对于台美军购的影响，其实最主要是美国会看台湾对自己自卫的决心。This is a decision for Taiwan to make, but in general, I support the idea of a strong defense, whether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aiwan.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美国在台协会 AT 也表示 ，AT 促进国员对总统罗清德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亦欢迎下礼拜二安排国防部秘密会议，用重要的会议说明预算用途。不过，黄国昌表示已经甲国民党团达成共识，会提出民众党团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水汽增加，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抑佫有东半部地区拢会落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温度。今仔透早中部以北，佫有宜兰地区低温大约是14至15度，南部华东地区16至18度，部分空旷所在会感觉佫较凉。这时东半部云较济，高温23、24度；中部、北部24至26度，因那南部是热到28度。早暗的温差有关是真大。另外，今年第1号风台陆安伫咧昨下晡2点已经形成，预估是袂直接影响到咱台湾。咱过来看5月要来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当咧收尾。为着要让这条桥会当较稳定，伫这主桥塔是有使用一款阻尼器，就免惊地动，也是透大风。经过前日昨仔伫咧宜兰外海规模7个大地动，这淡江大桥有关是无问题。日头就过敢若琴弦同款的持油降速，对工程团队的引导，淡江大桥桥顶的风景正式展现。淡江大桥的桥体已经全线完工了，而目前正在进行景观灯等安装的后续工程。而我们可以看到呢，全桥共有94束的斜拉钢索，它最长有441公尺，是最醒目的视觉焦点。做全球主跨上长的蛋塔无对称斜张桥，斜拉钢索是核心构造的重点。每一支斜索顶悬皮的阻尼和主桥架减震系统，会当抵抗透风和地动引起的震动。其中设伫的主桥塔的液态粘性阻尼器，会当对抗常常有的地动，维持结构无损害。我们在最近的那一次的地震的影响之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构的一个状况？跟各位说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7根的 HFR 已经开始启动，开始在运作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抵抗7级的一个地震力。普遍的工程嘛有重点，就是风生线的打马甲暗门头，特殊工法会当互下骹的钢桥无受到烧碰冷缩的影响，提升耐久度。目前各项工程拢来到收尾的阶段，工程团队一路行过来，认为上有挑战性的，就是把各项材料调起来，不管曝日压雨，拢长时间做高空的作业。起雾的话是完全看不到下面，因为高度问题，雾来以后你看到半空中沟头看不到沟头，后面就完全靠下面的人去指挥了。这座桥呢，我们未来除了供给汽车通行，好，那我们也留着公车专用道，这个是要预留给未来的这个淡海轻轨来使用，好，那另外就是机车该走的区域，我们也会预留下来，还有脚踏车跟行人的区域。交通部表示讲，淡江大桥会缩短淡水和北里之间15公里的路程，省25分钟的车程，估计嘛会带动观光的发展。按算在5月初9度会举行通车典礼，5月12度会正式通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过年休9日，卫福部昨公布春节政治专案，初1到初3拢会开设传染病特别门诊，也有假日轻急诊中心，会当来分散病院急诊的压力。再来看《联合报》，最近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心血管疾病等等需要用到血患者是大大增加。因毋过天气寒，民众嘛较无爱出门去捐血，即马 A 型、B 型甲 O 型3种血拢总无够。落尾是《自由时报》，空军证实吹落削落海的这个 F-12V 战机乌鸭仔，因已经有掌握到准确的位置，会赶紧来找找这只战机，也有失联的飞官新笔记。继续来关心，去年9月马丹溪造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检方认定这个光复乡长林清水无依照在方法来积极撤离民众，而且佫无照实来汇报撤离的人数，涉嫌伪造文书、甲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申请羁押已经核准。乡长对于检调的指控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有没有跟乡亲说的？
经过10点钟的精神，公副乡长林清水甲秘书郑元宝，还有乡公所人员10时暗时被移送花莲地检署复讯。检方侦办马太湾溪崩山湖大水案了后，认定乡长林清水是嫌伫灾害发生进前无积极撤离民众，佮互报撤离人数，向民者无优先撤离，最后造成19人死亡，5人失踪。被告4人经检察官讯问后，认均涉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其中林姓被告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予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因为乡长林清水捌伫0923大水发生进前，对外表示撤离人数为697人，一些增加到8000人，已经超出公所能力范围，影响各地方是不是要责任？检察官是认为原副甲中央是多多单位，公所量能不够，爱请求协助。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的相关主管以及承办人员，我们都会进行调查厘清。会有第2波、第3波的行动吗？没办法排除。那各界在质疑为什么会拖那么久时间？这中间有什么考量吗？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考量，就是因为本案所涉的主管的权责单位太多。检方指出，看标的主管权责单位真多，检方无排除进一步调查约谈。另外，公所秘书甲科长也有承办人员等3人，检方认为无羁押必要，分别15万到20万交保。另外，用电子监控限制自己，也有出海出境。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台北捷运发生乌白太人的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专案伫咧昨前结，因为这个嫌犯张文已经死亡，检方是不起诉处分。检警也表示讲，这嫌犯是对工课场所不适应，也甲厝内人关系疏远，也无朋友，所以来加深伊的反社会情节，计划要来乌白太人，目的就是要引起社会关注。身躯顶的装备摕落来，伫楼尾顶行来行去，嫌犯到尾啊跳楼身亡。去年底，这件台北随机攻击案造成3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专案15终结，因为嫌犯被告已经死亡，检方依法无起诉处分。不过检警想要为查扣个人电脑笔记，也甲查封100外个边仔的人追查犯罪目的。最后综合研判，嫌犯被告所作所为是高度计划性、表达性犯罪，为了引起社会关心甲惊吓。它并不是典型的冲动型的犯罪啊，它是将犯罪本身啊，视同向社会表达、宣告自身存在的表达式犯罪啊，试图透过扩大社会震撼来表达自身存在以及影响力啊。专案小组嘛利用3D 技术模拟嫌犯被告案发过程，也甲多网路线，看会出来伊经过长期的策划，因为个性较袂甲人讲，对重制度、重责任的这场环境适应不良，佮出现求提价、闪避的行为，甲亲人佮较无联络，较无甲人交陪，较孤单，伫遮侪因素的影响，加深反社会情节，佮伫112年都产生犯案的想法。在113年6月开始。有搜寻随机杀人的关键字，搜寻郑捷杀人，搜寻随机杀人。最重要的是，他在北车攻击以后，他也搜寻了媒体报道北捷被攻击的相关的画面。嫌犯被告无差别攻击，事先真侪解查看现场，ក៏已经人侪所在犯案。经过检警大规模清查，查无共犯，确定是单独犯案。专案嘛甲政治宗教无关系，无发现有境外资金投入。专案小组更加认定，伊伫案发了后落楼，毋是逃脱意外，是选择自杀。不过即马被告已经死亡，被害者家庭的后续求偿是毋是会面临困难，嘛引起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进前逼出有一个姓陈的教保人员是甲囡仔骹内手内上细汉的受害者，敢若3岁尔。昨2审共款甲伊判刑8档，又毋过甲1审比起来，这2审认定证据不足，4个受害者敢若剩3个尔，互家属是无法度接受。现场关门串户看板已经拆掉啊！台北市这间原本是教保机构，是国防部委托民营，无想到教保员单价和涉嫌对幼囡仔乌白来，上细汉敢若3岁，15 2审宣判，依照对未满14岁男女犯强制威胁等等4罪，判伊8档徒刑。被告身为幼儿园的教保员，竟然为了满足私欲，先后对 B 童、C 童为强制猥亵的行为，让他们没有办法在幼儿园当中获得安全的保护。
高院合议庭伫咧判决内底批评做教保员的陈家汉，竟然为着满足家己伫囡仔遮尔细汉的时阵，甲人威胁，造成人囡仔身心创伤。尽管二审判的刑度是甲一审同款，但是法院认定的受害人数为4个人变做是3个人，互家属无法度接受。我的小孩在家里说他有被侵犯，只是他在陌生人的法庭上没有办法说出口。那难道这样就不算数了吗？新学校的老师才告诉我说，别人靠近他，他会很莫名的恐惧。法官，你没有看到，你就当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吗？每一罪都是3年6个月，然后乘以4个罪，等于是14、15年的罪，最后还是一折再折，折到了8年，还是认为说过轻。被害者的律师对着判决结果感觉真遗憾，会争取上诉，嘛对着陈家汉、台北市教育局、国防部来提出民事赔偿，当咧一审审理。同款是教保员牵涉不法、社会正关心的台北市私立幼稚园的性侵案，已经去用判刑的毛俊新，佮去检方查到侵犯40位查某囡仔，另案起诉了后，14二审开庭，伊第一届伫镜头前会失礼，但是安尼案件这几年一直发生。民间团体也好，政府单位也好，大概提出了一些跟法规还有儿童工作证这个部分的一些制度。那我们都希望这样的制度能够尽快的讨论跟确定，而不是就是一直还悬而未决。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包括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的修法，就要赶紧通过，也个到监视器。负责人做好通报责任，这拢爱赶紧做，莫阁互后一个囡仔受害。公司新闻单管分担方日台北报道。镜头换来看泰国昨日才拄啊发生高铁工程的天车倒落来，去撼到一台列车，造成严重的死伤。想袂到昨又有一搭高速公路的这工地天车也是倒落来，去夹到2台车，尚无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而且这2件事故，这工程包厢拢是共一个。行车记录器翕到车灯驶伫施工中的高架桥下骹，不过顶悬的吊车煞汹汹落落来。意外是汹汹发生，有驾驶发现状况唔对，较紧目久，现场是砰砰响。这个意外是发生伫泰国当地15早起9点左右，地点是曼谷郊区的龙华厝府，当地做大马二世高速公路的兴建工程，但是高架桥工地吊车煞汹涌倒落来，佮规个对下骹在喊，目前已经知影有2台车轰撼着，意外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ผู้ที่สัญจรแถวนี้ก็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นะครับว่าผ่านแถวๆนี้มีการก่อสร้างอยู่ในอากาศนี้รู้สึกว่า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สำหรับ泰国最近是一直发生重大公安意外，就是伫东北部的河德省，离曼谷230公里的泰中高铁建设的工地，一台启动机伫施工的时阵倒落来，撼到下骹当地驶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32个人死亡，64个人受伤。小连续2个重大事故，拢是当地的承包商意大利泰承包的。ช่วยน้องดาน้องชายแล้วก็น้องเขยครับที่ช่วยกันอยู่นะแล้วก็มูลนิธิอยู่5 คนนะครับอยู่ข้างบนโบกี้เอาคนตาย2 คนแล้วก็คนเจ็บได้2 คนแล้วก็เด็กน้อย1 คน泰国总理安努廷14过去视察，批评承包商意大利泰工程有明显过失。意大利泰工程是泰国上大的营造商之一。去年3月，缅甸大地震造成曼谷登得起的新建筑大楼倒去的案件内面，意大利泰嘛同款是承包商。กว่าจะมาก่อสร้างระดับนี้ได้มันเขาก็ต้องมีขั้นตอนมีวิธีการมีการคำนวณของพวกนี้ไม่ต้องพิสูจน์หรอกครับผิดอยู่แล้ว。这项建设是中国投资起的，属“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一。中国外交部讲，发生事故的泰中高铁建设，施工标单是泰国的企业负责承建的。目前事故的原因，还要等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俄乌战争是已经拍要甲4冬啊，前线油源是真紧张，压力真大。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是头一间伫咧国会证实讲有20万的士兵来绕跑，也有200万人因为逃走兵去互通缉。另外，罗西亚最近是一直去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伫零下19度的天气，无电阁无烧气。基辅当地政府是赶紧呼吁民众爱撤离去安全的所在，度过这个寒冬。
乌克兰首都几乎加落规个望过去844世国景象，摄氏零下19度，互人寒甲一直准的环境。因为电力系统和陆军崩歹去，所以6000户建筑的水电瓦斯拢无通用。上新的统计是到14，还有471栋建筑的烧气也袂当用。公寓是寒甲敢若冰箱内，基本厚衫拢毋敢脱。暗暝一家伙爱包真厚的毯仔，揢伫一顶面床烧午烧。Пережи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тяжело. Да, так Велику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ую войну пережили, а тут еще такая война. 这是俄乌战争这4年范围上跨时间上久的大停电。基辅代理副市长罗潘杰列耶夫以战争唔捌看来形容目前烧气欠缺的问题，同时爱市民撤离去安全的地点过冬。Внаслідок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енергетичних об'єктів було прийнято рішення про зупинку системи опалення в 6 тисячах будинків. 6 тисячах будинків ми провели оперативні роботи по злиттю систем при температурі мінус 10 і нижче. Це безпрецедентні заходи такого в історії існування систем централізованого теплопостачання ще не було. 总统泽伦斯基当日就宣布能源部门进入紧急状态，讲维修人员当日无眠无日抢修，佮表示当拍拼增加电力进口，通解决目前严重的状况。另外一方面，前线战争紧迫，士兵承受真大压力，士气嘛真歹，加刀兵这个风声真济。新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是伫国会的任命过程头一届对外承认讲，有20万的士兵胜利之手，佮有200万人因为刀闪兵役互人通缉。后礼拜要满35岁的费多罗夫是乌克兰上少年的国防部长，进前即将所谓转型部正成功的无人机作战计划，都是伊任内负责监督的。泽伦斯基是讲加强军队科技实力是费多罗夫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加沙地区虽然已经停火3个月，但过中建是真慢，有真侪民众会当讲是住伫咧粪扫堆边啊。另外，伫咧澳洲也有真侪人咧捐衫裤，但过因为这快时行的衫裤品质拢真歹，到尾也是顿地变做粪扫。占破厝头前怪手较规堆的粪扫，加沙地区战争几6冬，真无简单。伫去年停火，有民众转去英国的城市开始重建生活，不过伫真侪人住的内面硬边是哪山的粪扫。إن إحنا قاعدين جنب النفايات وبنعاني من الحشرات اللي بتاكلنا في الليل، طول الليل بنهرش فيها، وإحنا بنطالب من أهل الخير إن يدوروا لنا مسكن أحسن من هذا المسكن. 目前加沙市中心至少顶35万吨的粪扫，主要的原因包括粪扫清运服务也未恢复，也有以色列伫这个月搁再推进边界，将一座大型粪扫掩埋场划去境界线外。加沙官方无法度落手去清粪扫。加沙官方形容这粪扫一直污染土壤，甲用水，恐惊早晚的壁厝传染病，亲像不定时炸弹。官方呼吁国际社会应该重视这个议题，甲以色列施压。 على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أجل السماح لطواقمنا بالوصول إلى المكب الرئيسي وإدخال الآليات والمعدات اللازمة للتعامل مع هذه النفايات البيئية التي تشكل مكرهة بيئية. 镜头转去澳洲，一般民众逐工制作的粪扫嘛不哩惊人。澳洲有真侪慈善机构会透过义卖民众捐的二手衫来募款。 毋过，因逐日收到的寄付物内底有一大部分属于快时尚的产品，无适合搁再卖。 People are buying lesser quality, and so what happens? It's coming through faster, but then the quantity of stuff that we can't use and can't sell, can't give away, is growing very fast. 这间慈善机构去年就等376吨的寄付物，比前年增加20%。 因建议民众为起头就唔通买快时尚产品，较袂制作大量粪扫。伫寄付的时阵，嘛会当先思考，若讲这领衫无适合送互朋友，敢应该搁捐互慈善单位？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台？咱做回来看世界。伊朗外交部长否认处决示威者的计划，讲局势已经恢复平静。美国白宫也证实讲，经过总统川普施压，伊朗已经暂停处决被罢的抗议者。 美国明尼苏达州 ICE 执法开枪大死人，引起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放调讲，确定动用暴乱法，派军队来加强维安，也要求地方政府得要采取行动。因为地方官员是呼吁爱冷静。
中日关系恶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春节期间，中国已经取消2300多个往日本的航班，整体取消率达到36%。好，咱继续来关心台美关税谈判已经超好势啊！美国确定会将咱的关税降到15%。这带团去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人伫咧美国也来亲身召开记者会，咱赶紧来看麦。那我们向大家报告，整体的谈判的结果是，我方取得2个最优惠待遇，对等关税15%不叠加，是美国逆差国中最低的税率。那另外，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未来若课征232半导体及衍生品关税时，美方承诺将给台湾最优惠待遇。我们取得2个最优惠待遇，这个可以从我们台美逆差当中高达90%是来自于半导体衍生品以及这个 ICT 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那也因此，台美之间的谈判我们必须同时就对等关税以及232各项的有关美国国安目标的相关关税。同时和美国贸易代表署以及美国商务部来进行磋商。这是头拄只上新的记者会会面，咱继续来关心台积电将举行2025年第4季的发射会，公布今年的营收是3兆8,090亿，毛利率超过要到6成，超过1兆7,000亿，是创下历史新高。另外，针对着要伫美国投资涉外抢房的言论，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是无正面的回应。确定是5座的数字，白当你没有针对数字做回应。虽然受到合作成员抢国去美国这个传闻的压力，成员大港龙头台积电15召开发射会，公布2025年全年台积电规年的营收是3兆8,090亿，毛利率是到59.9%，归属母公司的净利1兆7,178亿，创新高。收入在2026年预计基本的支出是高达520亿到560亿美金，创新高。We expect 2026 to be another strong growth year for TSMC. And forecast our full-year revenue to increase by close to 30% in U.S. dollar terms. Both in Taiwan and in Arizona, we speeded up our capacity expansion to meet the AI demand. 台积电强调需求正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照232条款对特定半导体是扣25%的税，这敢会冲击到台积电的营收，各界正关注。China wants them and other people want them, and we're going to be making 25% on the sale of those chips, basically. So we're allowing them to do i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25% of the chips in terms of the dollar valu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deal. 对半导体产业敢会冲击发射会并无说明，但到董事长魏德嘉关心台湾电力供应的问题。I worry about the electricity in Taiwan first. I need to have a lot of enough electricity so I can start to expand the capacity without any limitation. AI 的用电的需求，还有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产能这个扩增的需求其实这些都已经纳进来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电力绝对是充足的。台积电并无出现发税行情，15股价是收跌1690块，大盘嘛收乌落131点，收跌30810点。不过，魏德嘉强调讲 ，AI 的需求是真真，佮看好2026年的营收，外资的报告嘛拢调悬目标价。16个台股敢会对欧变红，各界是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党内初选是立委陈定辉赢过林俊宪，确定要由陈定辉来参选台南市长。陈定辉表示讲有信心将到台南400党内头一位查某市长。因为伊对手也就是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是甲口说讲，伊要动用网军，嘛袂去牵涉到光电案。年底市长选举也是这2个人第6届来对决。含竞选团队做伙行一个大礼，感谢各界支持。15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公布结果，立委陈定辉赢对手林俊宪2.69%，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我也会尽快的时间安排拜访
那我们也会请益林俊宪委员。陈定辉讲，也向赖清德总统黄伟哲市长来请教，嘛会较紧来拜访立委林俊宪。这摆民调输去，林俊宪嘛向支持者回实的。是我个人的努力不够啊，这个结果让大家失望。2026大选，我也会支持陈定辉委员。2026年台南市长的选举，陈定辉对战国民党顶调的部分区立委谢龙介，两个人对议员、立委到市长的选战拢总交手6摆。谢龙介恭喜陈定辉出线，话话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不过去讲到网军讲地难，敢若是要表达什么？我是不会动用网军，那也不会涉入光电。陈定辉和总统赖清德的主代表林俊宪初选的竞争是真激烈。学者丁仁峰认讲，陈定辉先传出和总统赖清德袂合，初选期间真侪民进党立委议员拢挺林俊宪。陈定辉要整合民进党各方的势力，恐怕会比林俊宪较困难。派系力量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冲击那个变化会很大。对于赖氏来讲的话，是一个考验；对于陈亭妃来讲的话，如果他有机会当选市长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台南市嘛，等于是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为着2028总统大选是一定要整合。学者认为讲，未来民进党在台南的派系有可能结盟还是结合，嘛以过这对地方是造成真大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昨针对总统弹劾案有召开第2场的公听会，3个党团拢有推派专家甲学者来讨论。其中，民进党立委王义春用台语发言的时阵，雄雄就叫南洋推派学者张亚中插话要求蒋国瑜，这是互王义春真不满，要求伊家己去找翻译。有台语的团体也嘛呼吁讲，台语无应该阁继续受到打压。立法院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第15办第2场公听会，各党团拢有请专家学者参与。南洋请的学者张亚中批评赖总统一寡作为已经达到宪法红线。立营请的律师林俊宏是认为弹劾的理由之一是行政院长唔负责，但是弹劾的对象却是总统根本无合理。另外，民众党推派的学者张基乐是认为，目前的宪政世界是咱得上招受政府的状况下底出现制度的失灵。当立委王义川用台语讲同意张基乐看法的时，所雄雄去互张亚中要求伊讲国语。制度上的目前的设计今仔办这公听会，后壁搁要拖讲国语好不好？我们就彼此尊重，好吧？来，继续。什么意思？主席爷什么意思？请继续发言，没关系啊。我用什么话讲是我的权利啦。你若听无去做翻译啦。后续立委沈碧荣嘛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强调，台湾各有族群的语言拢是国语，无应该受歧视也是限制。有台语团体嘛批评张亚中对法律无了解，主流社会独尊华语完全无法律基础，嘛要求袂当搁互台语在公共空间受人打，也要情形搁再发生。中国国民党呢，伊的心态对1949年到即阵拢无改变，就是要以中制台。咱若是讲希望会当继续维持咱台湾甲中国互补连续国家认同上具体的就是语言，咱来共同来破除独尊中语的这款的想法，或者本土语言来搁重新徛转来这个公共的空间。针对翻译的问题，虽然英国立法院都有试办过各种国家语言之间的统一服务，也毋过台语团体认为，应当平常时就爱有这款服务，互所有的人拢通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协助沟通。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行政院会通过要将这老农津贴对即卖8,000亿调悬到1万块，超过13档无变动的排付条款，一改也会放零。去年底立法院审查老农津贴暂行条例修正草案，部分条野立委拢提案提高老农津贴，即马8110块，立委感觉应该加到9,000、1万，甚至上悬15000块。15行政院确定要提高到1万。农业部坦白讲，若是敢若以 CPI 成长3.8%来看，敢会当调升到8380块，所以决定以100年做基期 ，CPI 成长7%，各加其他因素一捆提高到1万。如果只有计算这2年的，对于农民他们的生活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基于考量现实状况、经济环境，还有整个这个民意的反应，所以我们就选定以1万块。
劳动津贴的排付条款嘛，超过13年无修正。农业部决定把个人所得50万放宽到60万，土地价房屋价社为500万提升到1025万，各三度家己大的房屋扣除限度会增加7654个农民受惠。另外，我那制定其中检讨机制。那满2年之后，那再重新的检讨。如果说消费者物价指数超过了3%以上的话，那也必须要启动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行政院版本伫立法院审议通过，会超过53万个65岁以上老农受惠。不过政府原来增加129亿的支出，学者认为农民福利虽然爱提升，不过是不是会增克其他农业事情，都要进行研究。算福利制度，它并不是农业生产跟发展的制度。增加农民福利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好的，只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其他农业政策的均衡发展，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学者要提高津贴，嘛必须要有严查资格等配套，让真正的老农受到照顾。前农业部长陈吉仲嘛呼吁大幅度提高津贴，会增克农业预算。佮建议未来加入农保的人，因为农地资格爱为1分地提高到2分地，避免造成农地分伤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这独居老大人的问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这真侪厝头家是无介意甲厝税或者的独居老大人。台北市议员是建议市府，和抽到社会主体老大人会当直接带规世人。不过都发局就表示讲，已经有互因会当优先带入去。若是放任会当带规世人，恐惊是会影响到别人的权益。麻烦你开门，我你顶。原来画面，原来背景的楼梯为防止独居老大人可能有突发状况，加上最近天气变化大，里长闹时间就会来关怀。经一个房间才发现空间无够5平，而且卫生租金2人斗阵分组，一层楼差不多4-5户，还佫爱共用卫生设备、洗衫机。里长强调，真侪独居的老大人洗厝，会先考虑介绍，会放弃大的品质。大家袂少年的，20年才有20年的，无钱我蛮不灵啊。他就一定要仰赖着政府给他的补助，越低当然是越好。所以相对的，相形之下，环境都是不是很好。你看那个壁癌、潮湿、霉味。独居的老大人拄到的大困境未少，长期关怀老大人议题社会团体表示，在税厝市场会面临处处无愿意出租、租期低价情形，对年岁已经大、行动甲健康条件受害老大人来讲，常常冒出增加生活风险。房东基本上是很害怕老人来承租他的住宅，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或发生什么生老病死，好这些事情，房东都觉得太麻烦了。考虑老大人歹税厝，台北市议员李凤珠建议台北市府愿意互符合条件而且抽到社会主体老大人有终身续大机制保障。可能会影响到所谓弱势户跟一般户申请者相对应的权益。社会局已经定有相对的停点机制，长者他有较高的机会可以来入住我们的社会住宅。台北市都发局强调，已经带社体老大人租期满依然应该申请，达到间接延长居住年限的目的。若无得到续租资格，社会局会提供辅导加税厝媒合。吴玉琴认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多老问题一定要面对，呼吁提悬社体量能，去高龄者社体和老大人应安享天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市区的博爱一路有设置这种保护型的脚踏车道，民众是拢真懊恼。不过最近伫咧凤山的凯旋路，这款新型的脚踏车道，颠倒是引起地方反弹，抗议影响因停车造成立等等。市府即马是已经先甲北边550公尺长的车道拢总锯掉，敢若保留南边的脚踏车道。车辆来来去去的凤山凯旋路，民众骑车骑伫新围的脚踏车道顶边。这个保护型脚踏车道目的是要将过路人甲脚踏车分开。不过因为脚踏车道拄好压伫路边停车格参人行道中，附近居民认为这会影响停车甲做生理，表达反对。不过嘛有骑脚踏车的民众电到感觉这款设计加真安全。因为阮这边有做生理的嘛，上下货伊若恁停去伫外口。也爱等到更危险，因为你也要落雨的时阵，你是毋是该经过你的机车道？大概一个礼拜可能看到1台而已吧。对，而且刚换完的时候前面就出2次车祸了。说台北的话基本上都是
停车格不会在中间呐。有这个规划这个路，我感觉对骑脚车的人会较安全。其实，这个专区第3条保护型脚踏车道原底伫凯旋路两边拢有，就是伫完工进前地方出现未少反对声音，受到民意的压力，市府落尾甲已经完成北边550公尺车道全部抹消，敢若剩南边的脚踏车道。当地居民主要的诉求在于停车的问题。那凯旋路目前车道设计以顾及各用路族群，车道均上下游对正，有助于改善原本过宽的路型，来提升人车的安全。交通局讲，这条凯旋路有未少上班的民众甲学生会骑脚踏车，才会规划这款新型车道。因会继续甲地方来参详，嘛希望维持这个脚踏车道的设计，会当连接到凤山溪脚踏车道，提供更较完整的骑车环境。记者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宜兰的团结园区推出年度大戏《齐天大圣西游记》，而且要规划杨丽花的展览。这园区也拢打造出过年的气氛，就是希望今年过年休9日会当吸引到民众来遮行搭。这出戏是今年宜兰传统艺术中心要伫过年推出的年度大戏，延续去年齐天大圣闹龙宫，今年推出升级的版本《齐天大圣西游记》，要伫1月2日正式推出。规年通天演到年底，旧历的过年期间也照常演出，也甲经典的戏出加入甲民众互动的部分。今年这个齐天大圣还有伊的师傅唐三藏，甲伊的师兄弟这个猪八戒甲沙悟净有歌戏还有跳古亭还有这个特技非常的精彩。今年旧历的过年休9天，除了初一到初六有戏通好看，宜兰的团结园区目前也咧举办游丽花歌戏展览。希望抢到过年的观光商机。杨阿姨从7岁登台到后来舞狮歌3期，这所有的过程的所有的她的经典的戏服，还有她的场景，整个那个戏剧的场景，还有很多影音，全部都会重现在我们的文化部传艺中心的展示馆里面。宜兰传统艺术中心表示，今年过年园区的活动真多，有戏剧表演、手工体验、市集。嘛有邀请工艺师傅来创作，和民众互动。今年用传统百艺做主题，希望让民众伫遮感受到台湾的文化。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宜兰报道。为着要培养传统艺术人才，文化部有推动团艺接班人，邀请长美云歌戏团、新团歌戏，也有台北木偶剧团等等来看教这学生。即阵有6位艺生已经完成培训，文化部长李婉也亲身来颁发结业证书。29岁吴怡晶皇帝予伊的老师邓美云，感谢伊这4天来看教，但是邓美云老师茶无啉，背后有伊对徒弟疼痛。这碗茶就可比是艺术里面的茶，我们袂吞落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艺术奉献出来。再来呢，杯盖无要甲砍起来，其实艺术无要家己砍步。这4年对阮来讲是一个真难忘的回忆。嘛是阮一个目标。以后阮会继续往更高的地方迈进。文化部对民国108年开始办理团结接班人组团演训计划，要来协助戏班培育新一代接班人。对伫大师身躯比学功夫，今年是第4届，拢总有6名学生完成4天的培训。我想袂算。这2位是新团歌戏团培养出来的少年辈。92岁廖庆基老师看到歌戏有咧做传承，互伊真感动。老师大家也真认真出来伫家伫打拼呢。希望歌戏会当上传落去。伫结业典礼最后，每一位学生除了亲身向老师敬礼以外，文化部长也伫现场颁发结业证书，予每一位学生，鼓励因未来会当继续伫团结界追求家己的梦想。记者陈阿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体段的消息来关心，为着世界棒球经典赛备战，咱台湾队是已经开始伫咧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来进行第一阶段的集训。这届同款是由陈杰宪来担任台湾队长，目标就是要拼去到迈阿密。单排2号中职棒协运动部长李雄陆续送加彩金，备战经典赛第一阶段集训，在国家运动中心展开。在培训选球员32人，以中职球员为主，开训至31人报道。外野手陈杰宪搁做队长，伊笑讲，大家伫母队甲国家队拢斗阵过，是一笔休困小道菜市的感觉。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职责，然后帮助团队，然后把氛围带到最好。对，我不敢保证我能打多好，但我能保证就是我期望我能够把团队的气氛带到最好。玉成啊、志伟啊，我们这些都会有经验的，就会跟一些年轻的一些比较积极的去对话沟通。气氛正好，斗阵行向迈阿密，世界12强扮演心灵保守的林家正，搁换国家队战袍。最近2摆被指定牛队的雷亚手郑宗泰，先从放备顶伊万集队练习。后日匹兹堡海盗小联盟系统14回到手，刘凤玲成绩有点紧张。第一次入选，那我还是先问他一些问题，我需要准备什么。之前在海盗跟在光芒的时候，他们都有答应，就是让我来这边训练，他们觉得也不错，可以这段时间有一个团队可以一起训练，多熟悉的面孔，当然有几个也从没有遇过，所以也很期待新的团队，然后会产出怎样的火花。高林水雄顺叶瑞顶16个投手，一比1路共冠。林家正顶4个保手，内野手副陈宗泰、张玉成手挥，外野手副陈杰宪、林安可顶5个。总教练詹浩古讲，第一阶段目标是提高个人技术，也讲第二比这个废仔龙仔会在1月2被集队。龙仔他去年就是在3垒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优异的打击的一个能力。那废仔过去就是我们了解他在脚程上面其实是非常有破坏力的。中职会长蔡其昌强调，大联盟限制制，这摆有愈比愈治愈限球员，难度悬也较复杂。才无法度一摆公布43人大名单，不过通过陆续集训，会在2月7日提出最后30人名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航空太空总署 NASA 是来进行头一届医疗撤离行动，主要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位太空人是身体样样出问题，不得已这规个任务是提早1个月来结束。这4位太空人嘛拢已经平安返来到地球。SpaceX 升龙号太空船载2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甲一个罗西亚的太空人，伫脱离太空站登去地球了后，冲落伫加州外海的太平洋。Splashdown of Crew 11. After 167 days in space, Dragon and NASA astronauts Zena Cardman and Mike Fink, Kimya Yui of JAXA, and Roscosmos cosmonaut Oleg Platonov are back on Earth. And you just heard that call out from the Corps in Hawthorne, California to the crew aboard Dragon that the SpaceX personnel who have been in the general vicinity of Dragon's anticipated splashdown location now have the go to approach the spacecraft and begin that recovery process. 门开起来，太空人接刷出来，有包括医疗人员在内的团队接应。And it looks like our first crew member out of the spacecraft is NASA astronaut Mike Fink. 美国太空总署史上头一届医疗撤离行动圆满结束，主要是其中一个太空人健康出状况，决定让因提早返来地球。官员要表示，太空人身体无爽快，并不是有其他任何伤害，也是操作所引起的。All crew members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the routine post-splashdown medical evaluation. The crew member of concern is doing fine. You learn basic anatomy, you learn all about the human body, you learn how to do basic medical procedures, and some of these are for the experiments that we do up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o blood draws, you have to learn to draw blood from yourself. 这4个太空人自去年8月7日开始执行任务，原底应该要留到2月底，因刷落来会去到 Houston 进一步检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即阵无论是老大人或者是少年人，其实家己一个人大毒机的是愈来愈多，所以中国就开发出一款手机的 App， 这名直接就叫做死也买。这使用者就爱至少2天操作一届来报平安，若无这系统就来通知紧急联络者，以免使用者发生意外，煞拢无人发现。
甲 App 点开，就当看到青色的圆形刺柳，干那点一个就当报平安。中国一间公司开发应用程式 App， 名足直接的，号做写卖。嘛点出这款 App 上大的功能，就是帮助家己大的老大人报平安。这个 App 设定使用者2天至少爱回报1摆，若无就会通知紧急联络人。卡面发生意外的时阵，边的人拢唔知影。去年就市到单，这个 App 足紧就穿起来啊！连续几日天，爬起哩中国苹果 App Store 立钱排行榜第1名。对于就是自己住的，然后。如果你上班的话，就是你的领导可能会比你的家长、比你的朋友更先知道你就是出什么问题了。因为年轻人和家里其实联系还是比较频繁，但主要就是老人，因为他们可能用社交媒体，他们用的不是那么顺，那个就是操作比较便捷。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出，到2030年，中国敢若一个人的家庭数量可能关闭2亿外。除了无甲囝儿逝世斗阵生活的老大人以外，还佫有足侪家己一个人伫城市食头路的少年人。也若这款 App 号名最直接的，有一寡民众认为安尼歹格调，嘛有人提议会当改做较婉转的词，像讲最近啥款你敢要会使。其实这个名是为中国另外一个外送 App 要我卖改过来的。也若这款 App 技术核定也无悬，即马已经有出现足侪版本，还佫调一个号做敢活的。后来原底号做写卖这个 App 要改用全球化品牌的名，唐木木。不过不管号做什么名，报平安的 App 拢已经表现出孤独经济伫咧未来的重要商机。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水气开始增加，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拢较高的落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因为中南部早暗的温差犹原是真大。提醒观众朋友出门要特别注意。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4度至25度。中部地区14度至26度，南部地区15度至28度，东部地区15度至24度，还有外岛地区13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